这段剧情将解开 V 世代中所有人的秘密，众多网友喜欢的士兵男孩也会出现。凯特施展言出法随的能力，帮助好友恢复之前丢失的记忆，但恢复记忆的艾玛并没有感谢他，反倒是开启嘴炮出言辱骂。因为恢复记忆的同时，大家也想起是凯特被校长驱使抹去了他们的记忆，甚至金童的死也和他有间接性的关系。就连他现任的男友安德烈也很愤怒。凯特一时无法接受，倒地休克了。玛丽利用控血的能力暂时稳住了他的心跳，可刚把他抱到沙发上，他就消失了。紧接着就看到墙壁的砖块漂浮，形成一道通往森林的门。殊不知，当他们迈出去的那一刻，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凯特的梦境之中。树林中，母亲在不断呼喊着儿子。警方通知他已经过去3天了，生还的可能性不大。原来幼年的凯特不知自己觉醒了心灵操控的能力，随便一句赶走弟弟的话，竟成了害死对方的催命符。事后凯特也是懊悔不已，因此他从小没有朋友，被父母关在一个特殊制成的密闭空间里，直到18岁进入异能学院才被释放。校长看中了他的异能，给他服用了能压制能力的药片，这可能就是凯特听命于校长的原因吧。正当他们看得入神，士兵男孩却从后面走出。他称自己是凯特青春期假想出来的男神，梦中还教会了他很多欲仙欲死的小技巧。安德烈很不服气，暗自排辈他还得叫对方一句老前辈。兵男告诉他们，有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凋零？那是凯特的意识在逐渐破碎。刚才的那道闪电也表示凯特大脑的血管正在爆裂。如果凯特的精神力崩塌，你们就会彻底停留在他的梦境之中。由于兵男泄露了天机，很快就被凯特的梦境劈成了渣渣灰。紧接着他们来到学院的教室，梦境里金童还没有死，他与凯特才是热恋的情侣。此时的安德烈还没有上位，是他们俩最好的朋友。看着他们彼此的甜蜜，安德烈感到尴尬，起身就要离开，却突然被金童叫住。I miss you too, man. So fucking much. But you know what? I don't believe you. 之后，教室的灯光逐渐熄灭，大屏幕上播放出安德烈与大嫂的交流视频。难怪金童死后，安德烈能无缝衔接的成为凯特的新男友。原来金童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有染了，这是搁谁身上又能忍得了？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几人的超能力竟都失效了，没办法，他们只能选择快逃。随后，他们逃到了教授的办公室门前，而如今的乔丹还没有成为教授的助理。此刻，梦境里竟出现2个不同时期的乔丹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这里还不只是凯特一个人的梦境吗？乔丹推门而入，里面的金童与教授发生了剧烈的争吵。其实金童早就发现学院利用超人类研制病毒的事，教授递了个眼神，乔丹马上心领神会，他用呼吸器迷晕了发狂的金童，因此他得到教授的赏识，成为了新的助教。虽然事后他也心存内疚，但教授曾有恩于他，所以他没办法不站在教授的那一边。只不过他也没想到最后金童会选择自杀。此时梦境的乔丹竟能看到现实的自己，他指责当初自己不应该选做怕事的胆小鬼，那样金童很有可能就不会死。可任凭科技再发达，也没人能发明出后悔药。画面一转，他们进入了学院的实验室，也就是森林计划。被乔丹迷晕后，教授将金童送到了这里。山姆与金童这两兄弟正在被教授用于病毒实验期间，金童突然清醒，拼命呼唤自己的弟弟，而校长却示意让凯特抹去金童的记忆。像这样的事情，凯特也记不清做了多少回。其实凯特还是有一丝人性的，他极力劝校长终止森林计划，被对方当场回绝，可能那就是凯特精神力崩塌的原因吧。也就在3人认为拥有异能是灾难时，校长却突然能看到他们的真身。这一情况下的他们又开始惊慌逃跑。猛然间，他们看见操场上竟凭空出现一扇木门，这是玛丽童年阴影的那扇通往厕所的门，里面正是玛丽超能力第一次显现，误杀了自己的父母的场景。父母的鲜血洗刷了整个地面，妹妹在阴暗的角落抱成一团的哭泣。可如果当年父母没有同意给孩子注射5号化合物，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悲剧的人生？父母受到社会观念和压力的影响，认为给孩子注射了5号化合物就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地位。另外就是自己没能体验完成的事，希望能通过孩子来探索超能力的奥秘。不过这只是对剧中情节的一种解释，而非对现实生活中父母行为做出的评价。也许凯特听懂了我的表达，居然睁开了眼睛，其他人也在这一瞬间恢复了清醒。经历梦境1日游后，他们不但没有决裂，反倒是友情更加坚固。一切过后，艾玛带着山姆回到这里，山姆一眼就认出是凯特多次抹去过哥哥的记忆，说什么也要手撕了这个害死哥哥的人。而其余几人有心阻止，但他们绑到一起也没有与山姆的一战之力。
情急中还是艾玛的话管用，其实他们最该对付的人是幕后的校长。然而此时的校长已经研制出能让异能者丧失能力的病毒，可他却没有就此满足，并让博士加大药量。结果这次被注射者当场领了盒饭，没想到校长却对这个效果很满意，甚至再给博士几天时间，让病毒拥有空气传播的能力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校长如此大费周章，到底是要干什么？